環境局更新空氣質素指標嘅諮詢，09年底結束之後一直都冇下文。我哋用世界衛生組織嘅指引換算出嚟嗰個空氣污染指數，部分地區嘅超標時間增加咗5倍。美麗嘅藍天都被煙霞掩蓋。呢一日空氣質素麻麻，路邊監測站錄得嘅空氣污染指數甚高。呢啲數字係咪反映真實情況呢？而家本港嘅空氣污染指數係以5種污染物喺每立方米空氣中嘅濃度換算出嚟。污染物濃度點樣先算超標，就係根據空氣質素指標釐定。例如二氧化氮平均每個鐘每立方米空氣唔多過300微克就符合標準。呢個指標係政府喺87年制定㗎，20幾年嚟都冇修訂過。政府07年諮詢公眾係咪要結合世衛嘅指引更新？世衛嘅指引較嚴謹，例如二氧化氮超過200微克已經超標。學者用世衛嘅指引嚟到換算香港舊年1至6月嘅空氣污染指數，發現深水埗一般監測站喺世衛標準下嘅超標時數增加到394個鐘，比用香港標準大增近5倍。至於銅鑼灣路邊監測站，用世衛標準計會變成6成半時間都超標。學者話結果令人憂慮。香港嗰個空氣污染嗰個濃度咧，一般嚟講都係我哋知道係好高㗎啦。咁但係我哋即係如果唔係實際計算咧，我哋都唔知道係即係超標嗰個時數係超咗咁多。主要超標嗰個空氣污染物咧，就係懸浮粒子嚟嘅。吸入懸浮粒子會影響呼吸，加劇心血管或者肺部疾病，對老人家、細路仔嘅影響特別嚴重。有學者建議政府應該盡快更新過時嘅空氣質素指標，提高市民警覺。無線電視記者羅玉安報道。